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一切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要完成你的旨意，求你让我们学习如何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紧紧跟随你的脚步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心思意都交在你手中，就是你掌管这一切，就是谢谢你，就是谢谢你。我将等一下的聚会交在你手中，也将子亲姐妹的聚会内容都交在你手中，他所分享的，就是你要让他看到更多的你的旨意在里面，就是谢谢你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孩子将祷告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